全观众朋友来到台南看一个盆栽展览，即马当咧龙年门圣庙庙展出，这回有134件创下历史新高，那现场的价值是有上亿遐济。今年的总冠军是17种无同类型的盆景所组成的，展现着结构的稳定性，受到这评审的肯定。一卡的盆栽伫展示架做展出，这树种平均有50担的树龄。也来这个以7张树组成的作品，是今年评选出来的总冠军。上顶悬的金白到下面的草花，有代表海拔对悬到低的意象，嘛呈现春夏秋冬的景观。展场这个作品加起来总计超过上亿的行情，互民众大开眼界。感觉台湾即阵哦，其实真正是介好啦。伊做的迄个城市吼，拢做面的啦。而且伊这质，迄个本身的质感、质感无，伊个特别带特殊啊。那个成组哈，它要成一个组，有春夏秋冬的考量，还有盆钵的色彩的考量，各方面流向，所以这个是非常一个艰巨的一个艺术品。今年台南市盆栽展览，计计有134件作品，嘛创下历史以来上济纪录。毕竟这嘛无遮尔简单，像这张西印度樱桃树，就要控制树丛开花结籽的时间。兼顾美感，另外嘛有人为着要互金白整体看起来更加自然，会用贴写字的技术考验参赛者手工的幼度。伊头遮大，但是种的盆啊其实是较细卡，所以伫即个水分水分的迄个管理啊甲土壤，咱这土壤就是讲你排水嘛爱好，树啊你要维持伊的形体，你需要透过迄个修剪维持即个水度。啊，若讲你搁种着较细丛的时阵，伊可能就是关系着讲你咧做的是咧幼度。盆栽是我的艺术品，要安怎甲大树缩小成做盆栽的款？台南市盆栽协会指出，对一开始去种树头的树形，就要规划好势。每一个树栽搁爱时间豆豆粒植，才通制出遮尔高尚的盆栽技术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